to our channel, Love and Faith. Hello，大家好，我 Miss Irene，今日要分享呢本書《最後晚餐》。耶穌同佢嘅門徒在耶路撒冷一起吃逾節晚餐時，佢告訴我哋一個信息。佢舉起個餅來劈開，分俾啲門徒，然後舉起個葡萄酒，向上帝感恩，向眾人分享。耶穌說：你們是我的朋友，我十分愛你們，因此我為你們嘅罪，將自己嘅身體劈開，如同劈餅一樣。每當你們吃這餅、喝這杯，都要紀念我拯救咗你哋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 Bye bye.